我现在还有个疑问，刚才在那儿查的时候没查我的票啊，现在还要看我的票，还要看我的身份证啊。我可以配合，但是我也是执法人员，知道吧？我也是执法人员。工作，来出示你的车票。别邮个票안 가르게，他那是个，别邮个票안 가르게。他那我7랑 걸，别邮个票안 가르가나，就7랑 걸那。来，请说普通话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是蒙古族，你让他蒙古人过来跟我用蒙语说，我作为蒙古人是吧？我有这个权利吧？来，权利，但是蒙古混拿瓦的，别带点过他那是的。出示你的车票。저 몽골 혼나와들 미친 누구 아이를 갖고 와. 미친 누구 못 듣고 와. 저 몽골 혼나와들. 对不起，我有权利，我回绝你的。我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人，我有权利用说蒙语说。你是中国公民。别蒙古红，别蒙古红，别蒙古红，这蒙古혼나와들，这蒙古혼나와들，别蒙古红，别蒙古红。请你说普通话。别蒙古红，这蒙古혼나와들。拒不配合是吧？别客气吃过。别人吃过，别人吃过，在我的去蒙古混拿瓦的，别蒙古混去蒙古混拿瓦的，别到北特天搞特种武装团呐，别北特天搞特种武装团，这那到那这个，在我去都也罗楞个呢。有啥看的时候？